史密先生的寵物，快啲過嚟呢邊啦！等我俾大家睇下我隻新寵物啦！是這個，手指這個都是這隻都就覺得這我的。呢隻唔係貓嚟噶，係咪啊？唔係啊，佢係一條變色龍，而佢個名叫做小冰嘅。你這樣子放的是這真的。哦，佢仲喺度噶。小冰可以根據周圍嘅環境而將自己轉換顏色噶。你睇，小冰佢真係好神奇啊！是的，哦，是這種說這種我真係好啲說到不知真的。史密先生，你哋做咩企晒喺度偷懶打牙鉸啊？我好肚餓啊！這快啲啦，史密，即刻整你嗰個好好味嘅銀鱈魚煲嚟俾我食啊！知道啦，船長。但係我煮嘢嗰陣，邊個幫我睇住小冰啊？小冰，小冰，睇嚟佢好中意你啊，船長。唔使擔心啦，史密，我同班兄弟會好好照顧你呢隻咁可愛嘅寵物，係唔係啊，手足？冇錯係啊。快啲去咧，即刻去洗手，然後快啲去煮嘢我食咧。你唔使驚噶，我個朋友仔。你哋咁快就唔見咗條蜥蜴？哦，激氣啊！如果俾史密先生知道佢嗰隻寵物唔見咗嘅話，佢就唔會煮嘢俾我食，咁我咪冇飯食咯。仲唔快啲行，同我快啲去搵小冰啊！注意啦，船長。